观众朋友大好，欢迎收看8月24公司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一个本土病例，有一个人死亡，还有一个长注高端疫苗早期死亡的案例。立陶宛要和台湾设代表处，中国发起经济制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甲一寡参议员拢表态支持立陶宛。台湾家己制造火箭飞7-1号，去年伫台东发射失败，嘛引起民众的抗议。这间公司取得澳洲的许可，要去澳洲发展咯。新闻车先来看，咱过来今仔新增加一个本土病例，是伫新北市哦，还有一个人死亡，甲一个长注高端疫苗今仔早起死亡的案例。另外，即马嘛要开放探病咯，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届新的说明。有一例的本土哈，那是因为其他原因就医哈，那就医的时候被验出来哈，然后境外移入是5例，那死亡个案是1例哈，那这个案例是在居住的地方是在新北市，有一位哈在昨天有打高端疫苗者哈，在今天早上他就因为身体不适就过世了，初步。可能是有这样的可能性。开放探病的管制措施，加护病房、安宁病房、呼吸照顾病房、精神科的病房、儿童病房、身心障碍者或病况危急者，这几类。每一个住院的病人限每次至多是2名访客。那应该要出示3日内自费抗原快筛或 PCR 检验阴性。双北相关的一些探病的原则8月24住院病人及陪病者那新增定期筛检的措施。指挥中心昨宣布讲，为着要阻止 Delta 印度变种病毒传到台湾，会加强监测，嘛按什么对5000个关会人来做血清抗体阳性比例的调查。有国内专家是表示讲，关会人拢是健康的人，而且这已经是几啊个月之前的血咯，这款调查较无代表性。指挥中心公布新冠肺炎5大加强监测的方案，包括社区甲机场等等，也该针对今年4月份至7月份关会人的血做存档，要进一步了解关会人血清抗体阳性流行率的调查，和外界质疑讲，敢是违反法规。这些人会去捐血呢，大部分就自认为或者自觉他身体是相当健康的，这个结果可能再要等1-2个月才出来的话呢，那对于今年秋冬疫情的判断帮助就不大。就等于是了解一个以前做法有没有什么需要再加强的地方，它的及时性会比较差一点。维持筛检站、扩大筛检还是最重要的一个方式。医师表示，血清抗体检测出来要2个半月的时间，就算发现有人捌感染，嘛真要进一步调查甲介入，应该是要用现出时的血，才会当随了解社区的疫情，针对抗体阳性的人做疫调。就伫国内新冠疫苗的注射率渐渐提升的时阵，新冠病毒嘛一直在变种，互袂少注射率真悬的国家，疫情是搁再反复。国内医师就分析讲，虽然受到 Delta 病毒的影响，确诊人数搁一再加悬，不过嘛发现讲死亡率并无大幅度的变化。研判未来新冠肺炎应该会偷走向感冒化。感冒化的话，就是它会不停的突变，你还是常常会重复得到它感染。它虽然不停的突变，但是它的那个症状会越来越轻。医师强调讲，确诊者有顶呼吸道的症状的比例受提悬，不过死亡率无受到 Delta 病毒的影响出现真大的变化，显示病毒长期的轻症化。民众也是爱有甲病毒长期共存的心理准备。目前预防新冠病毒上界有效的方法，也是爱注疫苗，而且爱遵守挂嘴암、接洗手等等相关的防疫措施。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让愈侪人会使赶紧注好疫苗，台东营总今仔开始扩大注射站的规模，望讲一日会当来注1万个人，总共规划12条的动线，平均1点钟就会当注600个人，嘛派出300位医护人员来注射。早起8点一到，报道电脑10台全开，民众照排队入去安排的动线内底注疫苗。台中营总头一遍试看卖将注射的量能扩大到单一日1万人。规划得很好，就是每一个步骤就有一个动线，然后有很多的志工在引导，所以非常的流畅。应该不会超过半个小时，就是前面一开始前人比较多，进来流程都很顺。
医方将注射地点甲一般门诊大楼隔开，安排12条注射的动线，投入300位医护人员甲志工，平均1点钟会当帮600个人注疫苗。台中院长表示，这算是台湾医疗院所头一遍做单一日万人的压力测试，最后总共有7000位民众预约。出动12条施打疫苗的线路，那依照目前的进度，我们在今天可以完成大约7000人的疫苗注射。施打的对象是第1类到第3类，那还有孕妇以及第7类的老师。那目前动员的单位时间就4个小时，一算的话大概动员了100多人。好，那一整天下来大概动员了300多人来去做这个部分的服务。台中营总表示，为着避免疫苗难做伙，也阁有拍唔到品牌的可能。24号安排早起注莫德纳，下晡注 AZ 加高端疫苗，估计要到晚9点才会停诊。记者台中报道。昨昏指挥中心宣布讲开放海上的活动，高雄昨暗嘛宣布讲要来开放海水一场甲室外的娱乐景。今仔透早4点外，天还袂光哦，西仔湾甲基顶都有真侪人去游水咯。天阁还袂光，高雄西仔湾已经出现未少要游泳的人，因为距离顶一届游水已经等3个月，毋仅西仔湾含基顶嘛是同款的状况。足欢喜的，真正的，啊，说今仔要来放炮啊咧！我那禁袂了啊，手在痒呢，心在痒呢。哎呦，那个，人会变神呢。有民众烦恼以高雄防疫的态度，甲会无要开放。咱个市府开记者会宣布开放着海燕甲畅水味，才安心来游水。离垦丁嘛是一透早就有人落去佚佗。我们防疫措施有做得好的话，基本上都是没什么问题的。来海边就是要来浮潜啦。游客为北部来垦丁拄好等着解封是真欢喜。离中央规定，畅水味就要家己自备摇合器，业者嘛事先订了有一定的数量，互需要民众以成本的计数来买。安全起见啦哈。对，我们咬嘴就没有赚，就是成本价。业者讲，一名教练只会当带5名的人客落去畅水味，因此拢爱预约。目前人客敢若回流2成到3成，无到大月一半，也是希望趁着歇热最后一个礼拜，尽可能来弥补因过去的损失。记者王刘婷并交款高雄屏东报道。9月初1就要开学咯，目前台北市共有3000位老师还未注疫苗。开学以后，若是无完整注好2剂疫苗的老师，必须要摕3天内底快筛还是 PCR 阴性证明，才会当入去学校。教师会今仔是呼吁讲，应该赶紧来安排老师注疫苗，包括小看老师的采检费用，嘛应该拢爱公费来补助。缺疫苗、缺经费，防疫准备缺东缺西。台北市教师会去立法院陈情，不满政府答应讲，伫开学进前，所有老师拢爱有注过疫苗。不过后礼拜3、9月初1就要开学啊，还阁有3000个老师连第一档的疫苗都注无，搁较免讲学校内底的代课老师、社团老师，还阁有新入来的老师甲其他校内工作人员。全职还没，中央并没对这一块并没有松口，那这一块变成说地方自己要想办法去做一个局处间的一个处理，那这个我觉得是对校园里面的一个运作是非常的不稳定的。在这个老师都还未注了，社团的老师嘛还未入去注疫苗的名单，即马都伫要开学啊。教育部要求高中以下的老师入来学校进前，都要有先注过第一档的疫苗，而且满14天。若还未注射的新老师甲代理老师入来学校，都要有3天内快筛或者是 PCR 阴性证明，采检的费用都要家己负担。都还没有接获通知可以施打。那像我1周就是我要上课5天，那我可能1周就要提供2次这样子的筛检的证明。目前为止都是由老师自行负担。到底要开学啊，毋但是疫苗无够，针对隔板、快筛试剂等等的防疫物资的经费，各县市高中以下学校，包括幼稚园，中央按算补助3亿外。不过教师团体算的，一个学生才100块，连买隔板都无够。补助各县市跟学校大概3.04亿左右的经费，我希望说让教育人员都能够在开学前完成疫苗的一个施打。在疫苗无够的情形之下，教师团体呼吁以公费补助老师做 PCR 体检，嘛赶紧在开学进前甲老师注疫苗，避免造成防疫空窗。记者综合报道。
立陶宛因为同意和台湾设台湾代表处，引起中国不满。中国嘛以剃刀会晤中断等手段来做经济制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甲一寡参议员拢表示讲支持立陶宛甲咱台湾发展关系。咱的外交部嘛表示会继续串联美国后面的理念瓦近的国家来声援立陶宛。 台湾要伫咧立陶宛设立台湾代表处，引起中国的不满。除了调回大使以外，立陶宛当地媒体报道，中国对立陶宛制作剃刀会晤中断，也个暂停立陶宛对中国出口食品等经济报复的手段。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副主席维尔纽斯大学副教授古金斯卡斯伫咧甲台湾的时事论坛上讲，立陶宛的主要贸易对象是欧盟。 中国只敢占因 GDP 的1%，所以选择甲民主理念同款的台湾发展关系是得到大家的支持。Of course, there are some concerns about the economic effects, but as I said, the Central Lithuanian Bank already calculated, and these effects are not very big. A case for cooperation with Taiwan is indeed good.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月敲电话和立陶宛外长兰斯伯吉斯。 表达支持立陶宛拓展甲台湾关系的决定，直接表明面对中国的威胁，美国对立陶宛的支持，敢若是更是同款的坚定。第三，兰斯伯吉斯也甲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梅兰德兹会谈，参议员克鲁兹也相配合立陶宛的驻美国大使，俄罗立陶宛唔惊中国的压力，坚定甲台湾的往来。美国愿意提供立陶宛协助。中国和立陶宛之间的外交风波。 是非曲直十分清楚，胁迫外交这顶帽子，还是留着美国自己戴吧。也将会继续串联美国行政部门、国会、欧盟以及其他支持民主自由理念的相近国家，全力声援立陶宛，展现民主阵营不受胁迫、坚守立场的团结力量。咱外交部表示，会继续甲立陶宛抑个因为民主镇压正济伙伴关系密切合作，全力声援立陶宛。 刘发现台湾甲波罗的海3国国会友好协会会长李伟区志伟，进前相配邀请立陶宛国会议长友台小组的主席等人访问台湾。外交部也表示欢迎，希望透过国会交流，增加彼此之间友好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 9月初3军人节，国防部推出真侪庆祝活动，冒险影片，用各种的语言来表达国军守卫国家的决心。总统蔡英文嘛下令讲，爱比照国军安排要入伍的阿兵哥注疫苗。全班的3万军人支持与鼓励。Waktu ada mapahala ima mintas a isan. Proteger e defender Taiwan. 用客家、闽南、原住民、葡萄牙、越南加国语等几啊种语言，加上本身柔性的摄影手法，表达国军守卫家园的决心。这是今年93军人节的形象影片。此外，国防部规划军人节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甲桃园机场捷运合作的国军形象列车、纪念抗战胜利76周年线顶特展等。今年也评选出176个奖项，表扬优秀士官兵。那我要跟我的老婆说，因为有你默默的付出，我才有今日的成就。为了守卫家园，国防部积极争取预算。明年度的国防预算达到3726亿，另外也佫规划达到2000亿的特别预算，用伫加速生产有源头打击能力的飞弹，甲造舰经费，也毋过拢有关伫行政院审议当中。另外，外界关注军事训练野男入伍敢是会当注疫苗？总统蔡英文下达上新的指示，要求比照国军士官兵安排役男注疫苗。有关军事训练役男入伍接种疫苗，目前已经有初步的讨论。至于执行的细节，会透过部会协调妥善来规划。那国防部也会提出疫苗的需求。汉光演习要伫9月13登场，也毋过用来执行演练战机起降的加东战备道，顶日发生车祸事故。国防部回应交通部公路总局目前全力拥护中。此外，国军表示，汉光演习除了依照特情威胁设定状况，今年考虑疫情变化，会调整相关演练科目。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新闻来看，虽然塔利班已经掌握阿富汗的政权，也毋过离首都喀布尔北边100外公里的庞吉夏河谷，目前原来是已经过身的阿富汗民族英雄老马苏德的后生马苏德在做主，因阁还未屈服塔利班。马苏德是强调讲，因绝对袂投降，嘛讲若属塔利班要战，伊嘛战到底。穿卡其色军衫，行伫咧离首都喀布尔北边150公里的庞吉夏河谷接受军事训练的，就是由马苏德所领导的阿富汗全国反抗阵线部队，也是阿富汗目前抵抗塔利班统治的最后据点。全国反抗阵线领导人马苏德伫进前接受路透社电话访问时阵强调，伊所领导的部队绝对无向塔利班投降。也随时准备反击塔利班的攻势。The people of Panjshir Valley are very much united, and they want to defend, and they want to fight, and they want to resist against any totalitarian regime, against any belief that wants to enforce their own belief and ideology upon the people. 今年32岁马苏德是已经过身的阿富汗民族英雄老马苏德的后生。庞吉夏之西的老马苏德。2002年9月恐怖攻击的前2天，被戒探组织暗杀身亡。迄当阵，伫咧老马苏德的领导，一个庞吉夏河谷伫咧新都库什山的天然冰库，成功抵抗1980年代苏联的入侵，一个1990年代塔利班的掌控。小马苏德伫咧访问时阵，希望塔利班组成多元有代表性的联合政府。也讲愿意甲塔利班谈判，以避免全面的内战。We want to make Taliban realize that the only way forward is through negotiation and talk, and we are talking to them, and we do not want war to break out. 全国反抗阵线主要是由进前对抗塔利班的北方联盟所组成，成员大部分拢来自塔吉克。目前又搁加入阿富汗暂武的政府军，也有副总统沙雷势力，加起来差不多几落千人。但是无国际援助，塔利班讲已经掌控并且包围未建立庞吉夏河谷周边3个地区。马苏德是呼吁美国提供军火甲装备，希望会当继续得到来自华府的支持。真侪专家讲，以目前全国反抗阵线战力，应该让抵抗塔利班几落国的攻击。公司新闻金远庆编辑。美国疫情管教学校嘛陆续开学，加州、纽约州这些州拢要求教职员爱注疫苗，学生嘛一定爱挂嘴掩。也毋过，佛罗里达州、德州这两个共和党执政的所在，使用经费来威胁学校，不准执行嘴掩的强制令。美国佛罗里达州目前德尔塔病毒4月1日扩散，伫过去2礼拜，当前感染断院的人数增加28%。新冠病毒的确诊病例数超过291万例，只敢属德州加加州。共和党这位州长德桑提斯说，伊剥夺学校的经费，警告各校区的校长不准执行嘴掩强制令。迈阿密戴德郡36万师生2、3重新登记学校，不过因拢无察州长的警告，大家拢有挂嘴掩。We're 100% supporting this superintendent, this school board for their brave decisions, understanding the significance of protecting the students, the teachers, the staff at these schools, supporting the masking. 总统拜登推文支持这个执行嘴掩令的学区，讲美国全球计划基金会当缩来支付非洲公立学校，迄款以行动保护学童健康的教育工作者的薪水。德州的最高法院伫日前也驳回州长艾伯特介入嘴掩强制令的申请，准学校家己决定学生是毋是有必要挂嘴掩上课。美联社2、3公布一份上新的民调显示，有60%的受访者认为学校的师生应该挂嘴掩。不过，拿自政党的属性来看，所呈现的结果正分歧。支持师生挂嘴掩的共和党人只敢3%，民主党是8%。除了嘴掩的强制令以外，加州、纽约州、华盛顿州、伊利诺州等地拢要求教职员爱注有放射。纽约市的公立学校会伫9月13开学。纽约市市长白思豪23日记者会讲，学区14万8000位员工伫9月27进前，至少拢爱做过一支有放射。对教职员工会可能的反弹，白思豪讲会继续甲工会沟通。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
咱台湾民间公司制造火箭飞7-1号，去年伫台东发射失败，嘛引起真侪民众的抗议。后来公司是决定讲要去澳洲来发射，最近嘛得到澳洲政府的许可，准备要伫南澳洲的艾尔半岛的威尔斯湾来发射。澳洲的官方发布嘛讲到讲，未来伊嘛继续伫澳洲来发展火箭。去年2月份，由进升太空科技打造的台湾民间头一支家己制造的火箭飞7-1号，原本要伫台东发射，不过真可惜，尾手因为天气不好，无法度顺利升空。发射卫星的火箭跟一般的太空火箭不一样，它是按着你设计的一条轨迹在飞的，所以你呢按照这个轨迹在飞的时候，你如果风切的因素太大的话，你一定会偏离掉。火箭发射的计划延前到大，出现一个新的消息。澳洲政府伫官方网站公告，飞7-1号已经有核准，会伫澳洲南边爱尼半岛威尼斯湾发射台升空。虽然还未确定日期，不过打算是未来几个月内会发射。而且进升公司嘛，当伫考虑要甲火箭系统制造的过程刷去澳洲来执行。有一些措施执行可能会有一些后遗症，所以原则上我们还是会等中央目的士官机关确认。飞7-1号原本伫台东的发射地点，伫2019年至2020年的期间，小连续出现争议。不过，迄当阵相关的规范还无明确，所以时程是一再延前。今嘛刷去海外来进行，嘛得到澳洲政府的核准。台湾甲澳洲来比，台湾人口的密度相对是较悬，未来国内敢会设立发射场，都要考虑搁较周密的。记者综合报道。房地合一税2.07月份上路，也毋过厝价嘛是个继续的起哦。那都是以台南市起要2成上济。专家指出讲，最近因为疫情建材真欠缺，佮有起厝的成本是增加袂少，工人嘛真歹找，工资嘛起价，所以厝价才一直起。民间团体嘛呼吁讲，政府应该好好啊思考征收囤房税。房地合一2.0伫7月实施了，敢若讲袂到抑制房价效果。无波颠倒起。根据内政部上新的统计，伫最近5年内，全国主体计价的指数起爆到9.85%，搁再创历史新高。大都内面，如果以台南市起18.85%上最，主要就是房地合一2.0，它的重税闭锁期拉长的关系，导致供给量大减，市场就会出现供不应求。大家不肯去正视这一波营造成本大量上涨的一个问题，反而还是用加税的问题要去压抑房价，结果适得其反。根据国泰房地产指数的调查，今年第2季新厝成交的平均价销，台北市一平是90.9万，甲去年同期比是成长1成以上，起上济。国内是高雄一平是22万1，起4.2%。若是新厝的价销起，中国厝价销也低起。根据大商不动产的调查，六都今年第2季中国厝的成交价销，台北市一平是65万1，起1.4%。其中桃园一平的平均价销是21万，3.4%的起爆上济。伫台南市一平是16万3，起3.16%。古大政企团体认为，政府即个加重交易税，无调管不动产的持有税，厝价无法度压来。囤房税的一个性质比较是持有税，就是越多无课的越重。第一次炒房的话，囤房税会比房地合一税好。房地产专家认为，大商转来台湾了，游资伤过多，有一寡资金进入房地产。根据永庆房屋的调查，伫最近3年，科学区周边的厝价起爆，其中内湖科学区平均价销上悬，一平差不多是65万7。台南科学区起爆上大是20.8%。古大政企团体希望政府应该扣囤房税，并且提升社会主体的供应量。若无，低薪世代少年人想要买厝是真困难。记者综合报道。为伫台北市的保护伞餐厅提供予来台湾政治庇护香港人工作机会，也毋过去年的10月份，餐厅予人破太高米，嘛有掠到4个嫌犯哦。今仔一审是以伤害定罪，红判4个月到6个月有期徒，会使换做罚金。看到汤仔一直走，姓吴嫌犯去年10月对于保护伞餐厅恶意破垃圾物件，引起外界关注。警方调查了后，将模犯案的4人连续落网，遭到起诉。搁较查出幕后有中国人士指使，一度将人绳压禁见。离世专案一审宣判，告出4个6个月刑期，
会当换扣罚金专案也可以当上诉。很多人来问是不是有什么纠纷，其实没有，他们的身份比较敏感，所以可能就是一些可能比较亲中人士的人来找麻烦吧。但是这只是我们的推断啊。位于台北市的这间餐厅是香港反送中抗争者义务律师黄国栋开设，协助在台港人寻求庇护。也毋过开庭的时阵，姓名嫌犯表示无清楚店家的背景，是为了要趁钱才下手犯案。行政法案属实，也毋过后人条故意伤害，对判决店家低调无回应。肉行破油菜的东螺湾菜店店主任永基讲，判决伤轻。你不中判的话，后面的人反正不用救，炉钱又不是我发的，我为什么不做？8000可以搞定的话，那往后是不是会一直在发生了嘛？任永基点出，因为这战政治敏感关系，正做下手的目标，都惊引起连锁效应。呼吁法院重判，以杜绝恐吓行为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针对违法走私动物，目前的法规是规定讲，全部拢爱安乐死，避免传染病哦。今仔有立委开记者会指出讲，毋但有走私动物的问题，咱国内嘛有未少恶心宠物店集团非法生产狗仔、猫仔，有一寡民众哦，一买回去无几工就死了。立委是呼吁政府应该守法重罚这个业者。为着互厝内的囡仔有一个动物仔伴，黄小姐去宠物店开2万8买一只日本种的狗仔柴犬，想袂到才带转来3工尔，这只狗仔囝都因为腹肚内底的寄生虫严重感染来死亡。将狗狗带回家还不满3天，寄生虫就可以多到从胃里面吐出一大把，而且寄生虫的健康状况还是很活跃的。店家他声称，在我们带回来之前，他们已经用药除虫除过5次了，但是这样的寄生虫状况看起来像是除过吗？提出这只才2个月的狗仔囝伊的诊断证明书，内容写讲，这只狗仔的腹肚内底拢是寄生虫，虽然有治疗，毋过也是救无转来。去甲店头反映，店头煞是直直下体责任，互黄小姐是感觉真不满，所以持续阁追查。新北市议员戴伟山讲，黄小姐买狗仔囝的这间店头，伊是一间家族的企业。他被撤照之后，逃到了苗栗去开了9合这一间宠物业者。这家宠物店也是恶名昭彰。新庄这个店它被抄掉之后，被动保处抄掉之后，妈妈就在新庄开了一家店，叫做板河，那持续在经营。那媳妇开了板桥的萌萌哒，那儿子他在这个蒙福也是在板桥，也是重新开了一家店。民进党立委何志伟批评讲，乌心番市场的业者为着要省成本，拢无甲狗仔偷糖。戴伟山认为讲，业者就算去互抓到嘛罚钱，也是罚物件。嘛无看到动保处有积极的作为，农委会呼吁民众都要重视狗仔甲猫仔的来源。如果我们的消费者重视这些狗猫的来源的时候，这些黑心的业者基本上它就不会有通路。其实按照现在的动保法跟特定宠物业管理办法，所有的幼犬猫、所有的种犬猫，就是要做晶片植入。农委会强调讲，因是真拍拼伫咧调查动物的来源。2021年1月份至7月份，无政府许可就偷卖狗仔、偷卖猫的，是已经采罚48件。也若去乌心的番市场现场稽查，就需要民众到通报。另外，嘛建议地方政府一定要甲开上悬的罚单300万，动甲伊处罚。记者综合报道。气象局提醒，这礼拜天气是拢真热热，温度会真高，过道卖落雷公雨，日头真大哦。中岛紫外线是危险的等级，所以民众出门都要特别注意。天气真烧热，卖饼的头家是无用试试，大家拢想要食一碗凉的来替换一下。拜二全台湾各地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过到了后，山区也阁有我山区的平地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南部地区嘛有部分的阵雨。各地高温差不多是33至35度，台东县甲花莲县唱国地区甚至有机会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由于在长滨乡这个地方，过去2天都已经有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预测今天在台东县也会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那至于在花莲县这边纵谷的地方，今天预测也容易有36度以上的高温。不过，这2天也不是上热的时阵，受到太平洋高压豆豆变强的影响，气象专家预估，为26到30会是这个月上介热的时间。气象局嘛表示，未来1礼拜是好天，阁烧热的天气。中岛迄卡岛的紫外线会是过量到危险的等级。
西半部地区相对其他各地都会比较偏高一些，大约可以来到33到35度左右。甚至局部像一些花东纵谷、台东县地区以及西半部这些近山区的平地，尤其像是南投啊，或者是台北盆地，也容易比邻近的地方再更高一些。伫西北太平洋甲南海4库里啊，一年差不多会形成24个至26个风台。为气候统计资料来看，7月至9月是风台季节。风台形成的几率是55%，不过未来一礼拜为预报的资料来看，气象局认为讲，并无较明显风台形成的现象。不过热带海洋的顶悬也是有对流分系伫发展，敢有可能会增做热带性的低气压，拢过来观察。记者综合报道。8月初大雨落袂停，南台湾真侪所在拢做大水，交通中断。有学者是建议讲，防灾治水的计划应该嘛爱考虑当地地质。另外，伫都市要应付强落大雨，应该会当透过地方地定设施的都市计划来设计，来解决饮水的问题。最近落大雨，是予中南部真侪所在饮水、道路啊，阁桥冲歹去。另外嘛，农产品受到损害。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是举行座谈会，几名学者是认为讲啊，气候变化已经是全世界拢爱面对的问题甲挑战。每一个国家的政府拢爱想办法来降低在短时间内落大雨所造成的伤害。有地质学者是来分析，台湾的天然灾害是真侪因素所来造成的，像讲是风台、大雨、崩山、土石流，啊，个地动，拢对着土地影响真大。所以治水防灾嘛，需要甲地质的因素来做一个考虑。老龙溪被冲毁的明坝克路桥不是建高的问题，这次的土石流堆积30公尺，你要建多高啊？因为我们已经是在这样一个状况下了，你在那边不可能终极解决这个问题。嘛，学者讲啊，在都市地区，短时间内落正大的雨是无法度干那靠传统的排水设施，这个需要进一步透过都市计划，像讲是设立囤水池来减少灾害。大家都认为说征收土地去把它挖一个洞就叫滞洪池，不是的，化整为零，跟你的这个 landscape 全部结合在一起，你一样可以发挥功能。应该尤其在双北，我们一个工程。大概80%的这个工程款是拿来买土地的，真正拿来做工程的钱是不多的。学者嘛拢认为，这河川的治理需要跨县市的合作，甚至是中央出面来整合，才会发生到同一条河川上游甲下游是无同的县市，这治水敢若做一半，并且是浪费医生的状况。记者张志荣、林志坚台北报道。来看台病院即前有收一个才2岁妹妹，因为先天的基因问题有腰子病，4个月大就开始洗腰子咯。医师是建议讲爱移植腰子，伊的妈妈嘛愿意管。也毋过大人囡仔腰子的寸切是差真济哦，手术的难度是真困难。加在讲手术真顺利，台病院早起嘛开记者会，庆祝这妹妹恢复健康，会当出院咯。收到台医疗团队赠送的吉祥物红仔，陈小妹妹笑甲真欢喜。事实上，伊顶个月才经过一场腰子移植手术，由妈妈捐赠倒边腰子移植予陈小妹妹。当时移除原本正边的腰子，佮利用人工腹膜，才将陈小妹妹的腹肚空喙顺利关起来。因为妈妈勇敢捐腰子，才予陈小妹重获新生，讲起这段心路历程，和妈妈顶不住后甜。整个医疗团队的努力，让小朋友有重生的机会，那我们也会珍惜，然后并且继续努力的往前走。医疗团队表示，2岁体重只有10公斤的陈小妹，做事了就因为规身躯汗水、大量卵白尿、甲腹肚水，甲合并呼吸衰竭、小肠软空。几啊摆住院，经过检查发现，陈小妹的腰子功能急速恶化，原因是基因突变，需要进行腰子移植才会当顺利大汉。也毋过妈妈甲囡仔的腰子大小有差别，而且囡仔的腹肚细，血管阁幼，手术过程非常困难。妈妈肾脏是接缝合，是动脉是接在靠近主动脉的部分，那肾静脉的话就直接接到小朋友下腔大静脉，
所以是难度相当高。好在伫经过5点外钟，陈小妹顺利完成手术，也伫8月中旬出院。后续游玩需要定期追踪。院方表示，幼童进行优质移植手术非常不简单。台优质移植团队捌进行过4例2岁以下、10公斤以下的优质移植，上久的案例已经优质移植超过16年。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一寡大学生嘛无通检测，特别开学咯，有一寡经济较歹的学生就真烦恼，讲会付不出学费甲生活的开销。台北家庭辅助中心是指出，因服务的对象今年要读大学学生有超过90%，出年的一个月收入拢无到3万块，所以发起奖助学金的募款望讲会当互这个囡仔安心读册。烘焙机器交予人客动手体验，伫点心 DIY 店做线工的小鱼，是家福基金会协助个案。目前读私立大学餐饮管理系，受疫情影响，为今年3、4月开始，会当讲都无予做线工的店加排班，煞失去收入。本身打工的地方正职蛮多的，然后已经不需要兼职，所以目前就是失业中，没有工作。开学之后可能就是要先去借钱，然后之后再慢慢的还清这样。主要是食材费以及一些上证照的费用。小姨的梦想是做点心师傅，也毋过餐饮科系练习的实在费用，拢爱家己走总。伊想到9月开学了后，爱排着经济压力，目眶拢红起来。台北家福统计个案中，今年大学1年的学生，达到92.7%的家庭月收入无到3万。有6成新生对未来的烦恼，拢是毋知影敢会当顺利毕业甲就业。高中读3年，今年考上台大经济系的小薰，也有同款的烦恼。就是因为我在外面读书，可能就会多了生活费，还有住宿费，然后我的3餐也可能都要在外面解决，就是为家里也多了一笔蛮大的开销。台北家福表示，今年学生少了做线工的机会，弱势家庭伫疫情之下收入更加是减少，所以要替260位弱势大专生募集助学金，期待社会协助因突破剩车限制，顺利完成学业。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泰武国小主任查马克法拉乌勒最近毛伫公司的戏剧《斯卡罗》演出。查马克伫8月19因为癌症过身，才42岁。查马克一直以来为传承台湾做文化是做真侪拍拼。早起伫告别式有真侪真感念伊的付出的人，嘛拢来送伊最后一程。查马克好听的歌声响起，各地亲友也适合来到天主堂，要送查马克法拉乌勒最后一程。屏东泰武国小主任查马克因为癌症，19号伫厝内底离开，享年42岁。伊在生的时阵一直拍拼保存台湾族的传统文化，推动民族教育。即马人离开啊，互真侪人感觉真唔甘。他对文化传承这样的坚持，对我们未来延明会的整个文化传承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启示。查马克主任的离开。但我相信他所遗留下来的这种古谣传唱对台湾原住民族的这些文化的传承这些在部落的孩子们一定会记住也会愿意的永存下去。查马克因为演出公司的戏《斯卡罗》内底的左起度，互真侪人知影伊。当初伊决定要演出，嘛是为着将原民的精神传达互更较侪的人，因为性命会使影响性命。查马克过去长时间伫部落内底采集古早的歌谣，来甲学生唱，要复振台湾族的文化。文化部长李永定来悼念的时候嘛表示，要颁3顶文化勋章互伊。我们也请那个陈请总统那么申请褒扬令，但是因为时间比较赶，今天来不及。那么过几天呢就会总统有个褒扬令会下来，感谢他对那个多元文化的贡献。各界拢肯定查马克的拍拼。屏东县长潘平安表示，县府会继承伊的遗志，保存原民传统文化，并继续撒动原民教育，让伊的精神会当流传落去。记者陈焕武、柯正俊，屏东报道。
目前在报上更正受到欢迎的公司戏剧斯卡罗，阁有发射的《俗女养生记》，有真侪拢是伫台南的咸水后壁翕的。为着要准备迎接观光客，公所最近嘛加强来培训志工，希望予游客来到这会当深入来了解地方的特色，导致好印象。公司所翕的历史戏剧《斯卡鲁》放送了后，造成轰动。戏剧内底场景之一巨虎城，就是伫台南咸水欢来糖厂影视基地所翕的。另外一出《俗女养生记2》是选伫后壁的青寮庄社区。这两出戏正庆，也带动当地观光。虽然现在还没有办法进去斯卡罗，但是光从附近的景点，我觉得真的很值得来。不管说是就是在地从八角楼，我们去永城戏院，还有最后来这边。那个车站，我就觉得说这个真的是值得大家来走一趟。除了甘蔗原料之外呢，糖包也可以带到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咸水区公所甲后壁区公所也把握好时机，加强志工导览的能力，希望透过活泼深入的解说，让有看戏的游客通深入了解地方的特色。透过上课的过程那加强我们志工的一个深入的一个认知那能够。让导览志工能够带给民众更高品质的一个导览，不只告诉我们过去的一些历史，那同时呢也带给我们在这个疫情期间心灵的一些慰藉。另外，台南市的文化局也当咧规划斯卡鲁的旅游行程，按算伫9月中旬开放预约参观。咱台湾的国产戏剧当咧实行，唔那通互民众了解历史文化，也促进地方的观光。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美丽湾度假村 BOT 案的争议后来县政府是用6亿外给买落来，主要的建筑物是要安怎来处理呢？当初反对美丽湾的团体一向是主张讲爱甲饭店拆掉，也毋过县政府无拍算要拆，准备要重新来做规划利用。有款团是认为县政府是袂当大主大意，应该爱甲大家做伙来讨论。台东县政府今年以6.29亿买回美丽湾度假村，顶个月完成点交。县府为了要厘清外界周期，买转来的建物到底敢会当使用，特别邀请附近启动部落代表入去度假村内部参观。头一摆现讲15年来无启用的度假村饭店设施，说明内部空间无损害。美丽湾度假村开发案登记，即马已经无商业用途。县府主张美丽湾正式改名做三观园，海水浴场离时正式对外开放，开放民众。南边的沙坡也开放启动部落饭店建筑物，会搁甲外界共同讨论安怎使用，袂拆掉。我们会启动山园建物整体规划，从下半年开始，我们将会向各方请益。也毋过，美丽湾度假村的空间15年来款团一向主张爱先拆掉起好才宽平的违法建筑物。也毋过，即马县府却要利用建筑物款团经费，这无符合天书证据，应该爱先讨论建筑物的合法性。没有道理说前面是业者使用，它就是违法建筑，到了换了老板就突然变成合法了。我们国家的法律是为了县政府所设定的吗？美丽湾度假村的经济，县府希望会当透过买回好好管理运用过一段路。也毋过，外界对存在海埔顶的这栋建筑，敢是要拆掉正反意见，也是有真大的落差。记者综合报道。花莲水水乡的鹤公文旦是咱全台湾上大生产文旦的乡镇哦。今年东部无风台，所以产量是真侪。也毋过农民是真烦恼讲继续会崩盘，特别找通路要甲外销100万斤的文旦外销到中国大陆甲日本。中秋就要到啊，即马正拄好是文旦采收的季节。花莲水北乡鹤公文旦产区即马拄好大出。因为已经无法度找伤侪人来采收，出力拢爱性命济帮体温。卡车也好，工人也好，都是从外县市过来帮忙采文旦，所以说我们怕这个病毒会一直传，所以我们一定要设立这个防疫站。今年东部地区无风台，所以文旦收成真好，农民担心量伤侪继续会搬。最济通路商外销32个货柜文旦到中国大陆，也开发国内3到厝市场，销上千万的产量。现在通销大道路主要以平潭到上海这一段这2个城市为一个销售。那今年的销售量的话，目前是在80万斤左右。那这也是透过一些民间的力量，
来促成这个订单。不仅仅盘商，我们农友也透过直销的方式那直接宅配到我们的这个消费者的手里，所以今年整个买气是相当不错的。花莲竹北乡的文旦种植面积800多公顷，每年产量有到2400万斤。除了外销中国以外，也搁外销日本甲其他东南亚国家。目前产地计销一箱12粒700到800块，10粒总计是500到600。记者综合报道。昨伫台北市北投区公所有一个民众要申请社会救助，也毋过伊也倒伫柜台两甲大细声，警察嘛赶来处理。这个民众是讲伊是烦恼讲无法度申请到救助，才会遮尔冲动。今天警方到场调查了解，该阳性男性的放嫌他是将所携带的开山刀放置到学生包包内。他到了该社服中心的柜台他想要办理这个申请急难补助一事并将他所随身携带的开山刀他拿出来放置在这个柜台而这个行为已经导致他们那个社服中心的行员心生畏惧有加害生命身体之危险。警察要求这民众先甲倒来放落来，嘛检查伊揸来的物件，后来嘛甲这些查甫人带转去警察局侦讯，依法上班。虽然咱国内疫情缓和，也毋过各行各业拢受到真大影响咱来看南投的林爱乡，有合作社为着要推销家己的农产品，大拢聊落去，直接用网络直播来推销佮请在地原住民歌手来斗推销，就是望讲会当加卖一寡农产品来帮助农民的收入。我们这边还有一个3酸气泡水。伫南投林爱乡的三酸合作社，为着要推广家己的农产品，头一届利用网络直播的方式来卖物件，甚至佫邀请林爱乡洗碟歌手优谷瓦利斯来推销，希望会当增加产品的销路。那我也觉得说，因为我自己家里也是务农的，所以我觉得小农们其实都很辛苦，加上这一次的疫情的关系，那我常看新闻报道，当我看到那些小农正在为他们的农作物烦恼卖不出去的时候，其实我的心是跟他们同在，我也是在滴血的。我当然是非常愿意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为我们自己族人尽一份心。问题是想讲，真侪人拢伫咧做网络直播，合作社也来做试看卖，做了到底才知影讲直播卖物件唔是遐尼简单的代志。我们的收入已经减了差不多70%以上，那由于这个关系，我们就利用网络来行销我们3酸产品，也提升我们销售的一个业绩。就是因为就是第一次，那第一次上直播节目的时候，他们就会突然就是讲一讲，讲完了以后就没有话，就很尴尬。可是他们很好的是，就是2个人会互动。本地唔嘛杨梅雷网络已经大出，唔过受到疫情影响，民众无来部落行打，3种生产产品也拢无人买。目前上届期待就是疫情稳定，恢复因过光景，农民也伫咧网络顶头加强行销，拍出另外一条通路。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云林的桂林社区伫4档前推出黄金山流鱼的笋仔加工品，今年按10月份特别办活动来拍开销路，村民即马就开始无用做准备咯。村长是表示，虽然今年的产量有淡薄减少，也毋过品质嘛是介赞要买就要紧。我所社区今年摇出鱿鱼，详细甲看，原来是用拍打的笋干所斗出来的。云林高溪是全国种麻竹笋的重要产区，为了刺激在地产业，桂林村在4年前创新想出黄金沙鱿鱼来行销，也望替农民增加收入。当然，你也为青笋做笋干，伊的价钱就会提升几落倍啦吼。咱就由社区这边甲伊整个甲伊收起来了，甲伊推销去咱外口。第一个是提升咱桂林的知名度啦，第2点就是讲帮农民遮的青笋的价钱看会当提升无。想要做出好食的笋干，有影是无遐尼简单，那爱注意杀笋的火候，日头晒笋的温度也着斟酌。当年黄金沙鱿鱼的行销活动，村民大家拢会主动招做伙，斗切笋、带笋签。真侪时代是对少年时就开始学做笋，也望甲这项手艺继续传承。这个山鱿鱼唔是讲你这杀起来吼就听我拍，你杀起来拍起来的笋干吼，无迄个香气，搁安怎呢？拍起来笋干搁歹，色水搁歹。主动讲安尼，先提供笋啊这方面山鱿鱼的材料咧，
社区吼先来先甲撒开下府讲今年吼，大约10月中旬，美国本地黄金362吼，这个活动咧吼，咱桂林社区咧，咱的原料咧，咱的产品咧都变烦恼啦吼。年初酷花影响，今年笋啊产量少，不过未去影响到黄金沙绣鱼的制作。传流讲，因为活动办到一阵，全民拢会主动留笋啊来参加。古法制作的黄金沙绣鱼，也已经变作是桂林村的招牌。若是民众有趣味，也欢迎买来批芳食看卖。记者综合报道。咱拢讲人生70才开始哦，退休的生活嘛当真精彩、真丰富。来看婚林后尾有一个退休的老师，伊学跳舞、弹钢琴、佮学拍鼓，甲时间排甲满哦。伊讲一直学一寡新的物件，真趣味，生活是一点仔拢袂无聊。真热烈佮节奏的歌声，互人感受到满满的活力。当咧拍鼓的是退休老师柯素琴，伊对音乐的热情伫遮完全展现出来。老师表示，疫情期间无法度拍照，就来好好练鼓。在这个疫情当中没办法外出，然后我通常都把时间放在这边。一来我不会觉得说没事做，二来又觉得说，真的是在这个时间我可以好好精进我的爵士鼓。老师的兴趣是真多，唱歌跳舞、语言乐器伊总包，甲家己退休的生活过了是真精彩。伊表示，伫伊的人生历程内底，找袂到无聊这2字。我的兴趣有唱歌，然后跳舞，然后那个日文、英文，然后还有乐器，活到老学到老，这样子呢就不会觉得说好像这辈子白来这一趟。在我的字典里面，我找不到无聊2个字。伊对人生的热情佮活力，连因翁也学了。做一寡弹琴、拍鼓等等的代志，唔难互家己快乐，厝内人也感觉幸福。他这个人呢，就是很喜欢学习，然后呢，就是很有毅力哈，所以他好像学什么都像什么。退休只是为工课场离开，无代表人生就收煞。人生打拼半世人，刷落来就爱好好生活，有一粒少年的心，挑战新的事物，把人生过了更加丰富精彩。记者综合报道。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华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